而家係7月中，攝製隊好幸運可以參加維吾爾族嘅傳統婚禮。新娘坐貨車出嫁，由一隊樂師同送嫁隊送去夫家。喺樂師後邊，依次序嘅係2位女賓相、新娘嘅父母同佢哋嘅親戚朋友。新娘塊面用厚厚嘅面紗遮住，連人帶氈送到去夫家。嚟到屋前，佢要先經過一個火堆，寓意無論結婚後遇到乜嘢難關，都會一一跨過。按照習俗，新娘一入到夫家就會大喊。新娘今年只得18歲，佢個名叫做馬基利亞布拉。新娘除低面紗，就表示正式成為呢度嘅女主人。呢度係佢間房，從此佢會永遠留喺丈夫身邊，兩人永不分離。樂師唱緊祝婚曲，新娘嘅親戚聞歌起舞。新娘嘅親戚跳舞，樂師唱歌，花園道新郎嘅朋友開心慶祝，場面非常熱鬧。新郎今年23歲，叫拜基利斯力，同馬基利交往咗1年。媒人會唱出一首喜氣洋洋嘅歌，向新人祝酒。據講咁樣做可以驅走所有不祥。由此可見，負車人嘅一生都離唔開唱歌同埋跳舞。